这些兔兔可爱吗？要再加上一个字，慢。慢兔兔是立达启能训练中心的标志，他们把所有的慢飞天使都昵称为慢兔兔。我们学习得很慢，反应慢腾腾。慢吞吞。也许我们平凡，所以很特别。也许因为简单，所以很珍贵。认真地走。立达启能训练中心成立于1982年，专门提供成人心智障碍者安身的服务，协助这些慢兔兔们融入社群，有机会过着正常的生活。我们做的手工皂很香，可以洗手、洗脸、洗澡。立达的工作人员既专业又有耐心，随时聆听慢兔兔真正的需要，同理他们的被限制，接纳他们的不一样。我会车抹布，很实用，会吸水。慢，当然是障碍朋友们学习的特质，但是只要花时间慢慢的教导他们，就能够激发出潜力，照顾自己，甚至学得一技之长。慢工出细活，慢兔兔也能做出精致巧妙的特色小物。认真地走每一步，用心地过每一天，因为爱，所以很美。立达最大的成就就是慢兔兔的改变，不但作业产品可以上架销售，去各地做清洁服务回馈社会，偶尔还能变身成闪亮的摇滚兔兔。歌声无影，也许代表着快乐，对这些慢兔兔来说，却是一种呐喊和宣告。我们一定要活得好，活得有尊严。慢，不代表到不了。若您愿意放慢脚步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将会慢慢跟上。诚挚的邀请您一起来帮助慢兔兔。那是一片云。